屏幕前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尴尬？肚子胀得难受，蹲马桶10几20分钟，双腿麻到站不起，肠道却纹丝不动，好不容易有便意，也得费尽全力，排出的粪便干硬结块，便后肛门还隐隐作痛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多数人会第一时间想到吃香蕉通便，可尝试后往往没效果，甚至便秘更严重。今天要跟大家说句大实话，靠香蕉通便的常识早已过时，很多时候反而会加重问题。而真正的肠道清道夫就藏在我们的餐桌上，搭配简单食疗方和生活法则，就能帮你隔天顺畅排空。在分享方法前，先跟大家聊聊，便秘真的只是排不出来这么简单吗？其实它背后的健康风险远比我们想象中严重。别把便秘当小事，这些隐形伤害正在侵蚀健康。医学明确界定，每周排便少于3次，排便费力，粪便干硬结块，就是标准便秘。这个问题在中老年人中尤为常见，可千万别忽视。长期堆积的宿便如同未倒的垃圾，发酵腐败产生的毒素会被肠道黏膜反复吸收，流遍全身，引发多种问题。首先是面子受损，脸上无故长黄褐斑、老人斑，皮肤暗沉粗糙，缺乏光泽，即便用贵价护肤品也难以改善。这正是体内毒素通过皮肤排出的预警信号。其次是尴尬的口臭，肠道废气排不出去，会顺着食道上穿形成口臭，刷牙、嚼口香糖都无法根除，与人交流时需刻意保持距离，严重影响社交自信。更让人煎熬的是身体内部的不适，宿便堵塞导致腹部经常性胀气、闷痛，胀气来回窜却排不出，时间久了食欲下降，营养吸收变差，人会变得没精神、消瘦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最需警惕的是心脑血管风险。对于有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冠心病的朋友，排便时用力过猛，会让腹腔压力急剧升高，血压和心率瞬间飙升，极易诱发心肌梗塞、脑出血等严重状况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解决便秘不只是图一时舒服，更是健康管理中刻不容缓的大事。为什么吃香蕉通便没用？90%的人都踩了坑。一提到便秘，10人中有9人会说吃香蕉，但这个深信不疑的常识存在巨大误区。日本肠道专家研究发现，只有表皮布满黑色斑点、完全熟透的香蕉，才含丰富水溶性膳食纤维，能软化粪便，辅助通便。而我们市场上买到的香蕉，多为青绿色或微微发黄的未完全成熟款，其中含有大量鞣酸。这种物质不仅不能通便，还会抑制肠道蠕动，让干硬的粪便变得更干更硬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香蕉后便秘反而加重的原因。真正的通便之王，其实是冬天家家户户都会吃的白萝卜。很多人小看了它，却不知其膳食纤维含量惊人。这些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进入肠道后，会吸水膨胀，刺激肠道壁，强力促进肠道蠕动，像柔软的小刷子一样，将肠壁上的宿便、垃圾通通推下。此外，白萝卜还含丰富消化酶和芥子油。消化酶能帮助分解食物，减轻肠胃负担；芥子油可进一步刺激肠胃蠕动，协同作用下通便效果显著。老祖宗说，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。冬天吃白萝卜，既顺应时节，还能降血脂、降血糖，提高免疫力，甚至分解致癌物亚硝酸胺，远比香蕉更适合作为通便食材。不过，光靠白萝卜单打独斗不够，搭配苹果和蜂蜜这2位黄金搭档，能发挥112的叠加效果，让肠道通畅无阻。搭档1：苹果，粪便的软化剂。苹果的核心通便成分是果胶，这是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，与白萝卜的粗纤维作用不同。白萝卜的纤维负责推动粪便，苹果的果胶负责软化粪便。它能吸收大量水分，让干硬结块的粪便变得湿润柔软，排出时更顺畅，无需费力。很多人纠结苹果皮要不要吃，苹果皮的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含量比果肉还高，直接丢掉太可惜。担心农药和工业蜡残留，用食盐搓洗法就能解决。清洗时在表皮撒一层薄盐，用手反复搓洗1分钟，
再用流动清水冲净。食盐的微小晶体能通过物理摩擦剥离果蜡和部分农药残留，比单纯水洗干净得多。搭档2，蜂蜜，肠道的润滑剂。中医认为，很多中老年人的便秘属于津亏肠燥型，即肠道津液不足，如同干涸河道，粪便自然难以通行。蜂蜜性平味甘，有极佳的润燥滑肠功效，能为干涩肠道补充水分和润滑，减少粪便与肠道壁的摩擦力，让排便过程顺畅不费力。同时，蜂蜜的甜味能中和白萝卜的轻微辛辣味，让食疗方口感更好，更容易坚持饮用。重要提醒：蜂蜜中的活性酶和营养物质怕高温，千万不要在水滚烫时加蜂蜜。需等汤水降温至40左右，温不烫口，再加入蜂蜜搅拌均匀，才能完整保留其营养价值，发挥最佳效果。3. 手把手教你做白萝卜苹果蜂蜜水，隔天顺畅排便。这道肠道清道夫的食材简单常见，制作步骤仅3步，一看就会。食材准备：新鲜白萝卜1根，约400克；苹果半个，品种不限；蜂蜜1汤匙，优先选天然成熟蜜。制作步骤：备料处理：白萝卜洗净，削去外皮；有机萝卜可洗净不削皮，切成23厘米见方的小块。苹果用食盐搓洗法彻底洗净，去果核后切小块，切忌保留果皮，营养集中在皮上。小火慢熬，将白萝卜块和苹果块放入锅中，加清水没过食材23厘米，大火烧开后撇去浮沫，让汤水更清澈。转中小火熬煮25分钟，20分钟后再煮5分钟，让食材软烂，营养充分释放，同时去除白萝卜的辛辣味。加蜜调味，关火后将汤水倒入容器，自然放凉至40左右，加入1汤匙蜂蜜，搅拌均匀即可。饮用小贴士：最佳饮用时间是每天早晨起床后空腹饮用，此时肠胃空腹，能直接刺激肠道蠕动，效果最佳。多数人饮用后半小时到1小时内会产生便意，排便顺畅不费力。4. 重要提醒：这4类人千万别随便喝。白萝卜苹果蜂蜜水虽天然温和，但健康养生需因人而异。以下4类朋友切勿盲目尝试：体质虚弱、阳虚怕冷的人，平时手脚冰冷、畏寒怕冷、易感冒、精神不振。白萝卜性凉，饮用后可能加重虚寒症状，导致腹泻、腹痛。脾胃虚寒的人吃生冷食物易胃痛、胃胀，或经常拉肚子、大便不成形。白萝卜的凉性可能刺激脾胃，加重胃部不适。气血不足的人，中医认为气为血之帅，气血亏虚者，便秘的根源是无力推便。单纯使用通便食疗方效果不佳，还可能耗损正气，让气血更虚。正在腹泻的人，食疗方核心作用是通便，腹泻或大便不成形时饮用，会加重腹泻，可能导致脱水、电解质紊乱。若不确定自身体质，建议先咨询专业中医师或医生，在指导下饮用更安全。5. 从根上告别便秘，4个黄金法则，坚持1个月见效。白萝卜苹果蜂蜜水是解决便秘的治标之策。若想彻底告别便秘，不再复发，需从生活习惯入手，这才是治本之道。以下4个黄金法则，坚持1个月就能重建健康肠道秩序。黄金法则1：定时排便，养成肠道生物钟。肠道如同有规律的工人，每天给予固定工作信号，就会形成条件反射。最佳排便时间是每天早餐后，此时食物进入胃部，引发胃结肠反射，结肠蠕动最活跃，最易产生便意。无论是否有便意，每天早餐后都坚持去厕所蹲510分钟，将其视为必做仪式。初期可能无便意，这是正常现象，切勿放弃。长期坚持后，身体会形成记忆，到点自然产生便意，排便变得顺理成章。黄金法则2：饮食优化，多吃粗纤维，补足水分。便秘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肠道动力不足，而膳食纤维就是肠道的动力源。日常饮食中需有意识增加高纤维食物摄入，除白萝卜、苹果外，燕麦、芹菜、韭菜、地瓜、紫薯、各类菇类、香菇、金针菇等和豆类、黄豆、绿豆等都是优质来源。
建议每天膳食纤维摄入量不少于25克，约相当于1斤蔬菜、2个水果、1把杂粮。同时必须保证充足饮水，只吃纤维不喝水，纤维无法在肠道膨胀，反而会让粪便更干结。建议每天至少喝1500万2000毫升白开水，约810杯，分多次小口饮用，效果更佳。黄金法则3：善用清晨第一杯水唤醒肠道。每天早上起床后，空腹喝一杯温开水或淡盐水、蜂蜜水，这杯水如同肠道闹钟，能快速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，滋润肠道，刺激肠胃蠕动，为一天的顺畅排便打下基础。小技巧：饮用时小口多次，同时轻轻按摩腹部，效果更好。注意淡盐水浓度不宜过高，1小撮即可。高血压患者尽量选择温开水。黄金法则4：坚持腹部运动，给肠道推一把。适当运动能有效促进肠道蠕动，尤其是腹部运动，能直接给肠道物理推动。腹部按摩，每晚睡前或晨起躺在床上，手掌心搓热后放在肚脐上，以肚脐为中心，顺时针由小到大画圈按摩3050圈，与结肠蠕动方向一致，促进肠道蠕动。转腰运动，饭后半小时站立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双手叉腰，左右转动腰部1015次，每天做34组，活动腰腹肌肉，间接刺激肠道。散步，每天饭后慢走2030分钟，既能帮助消化、改善便秘，又能锻炼身体，一举多得。最后想说的话，便秘看似小事，却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。很多人因不好意思提及而强忍，让小问题变成大麻烦。今天分享的白萝卜苹果蜂蜜水是简单、天然、有效的食疗方，能快速缓解便秘，而定时排便、优化饮食、清晨饮水、腹部运动这4个黄金法则，能从根源调理肠道功能，帮你彻底告别便秘。健康的身体源于日复一日的用心经营。从今天开始，不妨试试这个食疗方，坚持这些生活习惯，相信不久后你就会发现，排便不再是煎熬，而是轻松的享受，整个人状态会变得轻盈舒畅，脸色越来越好，精神头也更足。如果这篇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收藏转发，让更多人摆脱便秘困扰。祝愿大家都能吃得好、睡得香、排得畅，身体健康，福寿绵长。